微臣引咎自责呀！这秦质子之乱的起因还在微臣身上。回到蓟城，微臣会自行向大王请罪的。我知道，当初国相本意也是为燕国打算。尽管以后宽宏大量，微臣仍皆悔无及呀。此事证明微臣才识有限，思前想后，恳请议后准许臣将相位举能让贤。国相高风亮节，但只怕没有合适人选。这关于国相的人选嘛，臣已有思量。苏子、苏秦文韬武略，运筹帷幄，该能胜任。若能这样，自然很好。待我回去与大王商量了之后，再做定夺。再有关于米夫人和公子季，米夫人母子在燕国受尽挫折困顿，我自当竭力安抚。只是眼下有天赐良机，以后万万不可错过呀！有何良机？以后是否记得当年燕国大乱，那秦赵两国曾借宋义后和大王归国为名，要了我们多少好处吗？记忆犹新。眼下秦国正面临楚魏之争。国相的意思是，假若我们能将公子季推上秦国王位，正是。列国征战多年，谋国为上，谋地为次，谋战为再次。能谋一国，比谋一战、谋一地更为有利。眼下这秦国公子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可与那米夫人做个交易，效法秦赵当年之举，助公子季回秦登基。可我燕国国小势微，又有何力量做此交易？秦国楚魏之争已经内乱，只要我们能留下米夫人母子，就不愁没有机会。所以以后当尽力挽留米夫人。夫人，谁是你夫人？老夫心里有数啊。我若做着国相一天，你便是我夫人；我若不是国相，那可就难说了。你若是我夫君，就该替我出头。正因为我是你夫君，我才把你锁在这屋子里。幸亏廷尉右丞死了，继承西市暴乱的罪责都可以推到他一个人身上，而不追究你。我又没做什么，不怕你追究。别自以为是了。你昨日在老夫的书简上做了手脚，老夫心里明镜一般。幸亏老夫早有提防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坏了我的好事。趁着我还是国相，好自为之吧。哼！黄公子，黄公子，这几日鞍前马后，辛苦了。义渠君不远万里来到燕国，护送月儿母子，你才叫辛苦。哎，黄公子有所不知啊，
我们一群人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，无忧无虑，这点路途算什么？哼！眼下有义后做主，月儿母子也再无后顾之忧，明日便可平安上路了。义渠军的人马也离开草原多日了，明日终于可以安然返乡，过你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既然月公主她已经有义后做依靠，想必他们母子也就无需再离开燕国了。倒是皇公子你啊，明日一个人回楚国，有些寂寞吧？你们这是在聊什么？哦，我们是在猜，明日会过义后，你是走还是留？对，这还用得着猜？自然是走。我去喂马了。你该让他走了。他是个聪明人，该走的时候，他自己会走。傻子都能看出来，他对你有意。那又如何？他都肯把性命给你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当年为了你，我曾想取他的性命。月儿，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个世上有多少男人愿意为你而死？所以你才计较。当然计较，不止计较，而且不放心。对了，秦王允当死了。我已经听说了。所以我猜想，明日会过以后，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挽留你和继儿。所以我才一定要走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不能让继儿和我成为别人算计的筹码，任凭宰割。玉儿说的对。大姐姐，好香啊！这是川飞龙肉，据说只有辽东才有，别处难得一见。飞龙是什么东西？飞龙是一种珍稀的鸟禽，肉质滑嫩，味鲜醇，用它烹制汤水清澈，味极鲜美。这炎炎夏日吃一碗热的汤水，虽大汗淋漓，却能解暑降温。以热制热，继儿说的没错，以热制热也是养生之道。今日的厨人是我从当地请过来的，据说这飞龙非得如此清汤烫熟，否则便会失味。果然难得。前番你跟继儿在燕国受了很多苦，都怪我没能及时相助。昨日若无你及时赶到，哪能保我和继儿平安？但令人意外的是，郭国相也突然对我们母子改变了想法。但无论怎样，我都要谢你。你不知晓国相为人，他向来多变，只有对燕国利益权衡恒久不变。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。这么说，这次国相变了，也与燕国利益有关？米夫人可知，秦王淫荡没了？昨日听说了，堂堂一国之君亲自举鼎，他以为自己是天生神力，无所不能吗？
这老鸭汤的料都备好了吗？拿点白菜来。在那边照您的吩咐，老鸭已经洗净，莲藕和红枣也备上了。把那老鸭、莲藕和红枣同时下锅，小火要炖2个时辰。哦，拜知道了。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有何吩咐？忙去吧。是。快去吩咐人多抱点柴。是我这就去。把这盘子弄肉给前面端上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看看锅里的肉糜熬烂了吗？早烂了，可以熄火了。哦，我先把那酸梅汤给贵人们送过去。大人，站住！你这碗里做成何物？给义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。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啊，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这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。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，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2字？你这话不真。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，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。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饶命啊！国相爷。